假使因为係所有頭生嘅濕度含碳量最高，係最好嘅皮料之一。不過，考慮到頭生嘅濕污染可能，總體項目法度竟然天貼，頭生嘅濕要將佢發過後，再轉然後轉皮料來用。我們在腐熟跟堆肥化的過程，它會有高溫期，把這些東西加以轉換。那我們合法的這個有機質肥料的重金屬是有經過檢驗，它是必須在政府規定的濃度範圍裡面，它是安全的。不過，項目法雖然用規貼，將2001要98間養雞場，全縣3無任何一間合法的堆皮廠。要雞業者就直接投雞屎賣本總雞場，或轉賣本農民。一年34萬噸的雞屎都在醫業，主管機關尚還沒清楚。大概就希望能够清查他们整个的一个情绪分的流向。那它流向里面是不是有些是放在自用堆肥社，有些是外运出去做给这个集运厂来处理呀？哈，那这个合理的合法的那个化制厂商哈来处理，那我们也都会去做一个在1个月内会做清查哈。那也希望能够做有效的管理。从第1天到35天、36天，哦，那鸡出完以后。我们是还放在那里，让它怎么样？让它自然的风干，有一段时间到了差不多了，我们可以包装了，再有专业的人，哦，他就带出去了。带出去的话有几个路线，大部分他们都有自己的堆积的仓库，哦，那么适当的这个我就不便于去质疑它是合不合法的问题。因為按藥。人員環保向認為，依法應該從源頭來管制，當下違法無標記法的生雞屎外流。不過，業界業者上認為，應該以查切未用的人。依畜牧法的第5條規定，哈，就是這個畜牧場它所產生的廢棄物，它要自行處理或委託處理。我想這個法令早就有規定，只是沒有落實。這個問題是從末端那邊，因為我們有那個水源污染法。空污法、衛生安全法，對不對？因為從我們的雞舍這些雞糞出去，到每一個不同的使用者，他有不一樣的使用方法。難道我們今天雞糞出去，我們要規定他你要怎樣用才可以，要什麼時間用才可以？這是不可能。既然做利用法國的雞屎做皮料。做乜農民下遠的按出無言有毒來用生雞屎，仍然做係啲法國嘅雞屎比生雞屎輕少貴嘅6、7倍。生雞糞的那個價格大概是腐熟雞糞的1/4到1/5，然後它的氮素含量呢大概是腐熟雞糞的1半，所以它的氮素的成本是10倍。那所以你要提供一樣的氮素量的話，那你就要用10倍價格的錢去買這個堆肥，那所以當然在農民上會造成一個很大的負擔。照農民的經驗，也發現用法國嘅雞屎嘅作物嘅產量比用生雞屎嘅產量還較大。用一下當地高粱蔬菜採翻嘅蔬膠價，1籠30公斤，大概220元邊呢，根本唔拉成本。我用生雞糞的那一塊，那然後我用那個有機肥料的那一塊，就等於說，我看這邊的那個生產率將近1分地哦，將近250這樣的。那如果說我用那個有機肥料的，我看超180左右，那你說呢？這樣我們敢用有機肥料呢，還是以按照我們的傳統來下生雞糞？我們所花過去的那個成本大概16萬，可能我們所收成是20萬，我們扣一個成本，大概我們還可以回收4萬塊。如果說用有機肥裡面來講的話，今天我們可能用的是什麼？它的成本就高，可能是用25萬，但是我們所收回的一些我們所採收的可能不到18萬啊，相對的我們可能入不敷出啊。對農民來講，投資下業出嚟到錢毛，消費者也係託便宜來買。不過，學者專家講，用生雞屎做皮料種出來嘅作物，其實包括了含個大葉消費成本。一般的我們的老百姓啊，如果要買東西
只要是我们这个卖相哦，如果不是差很多的话哦，它一定是要便宜的。那今天来讲，他不会一般老百姓去买蔬菜没有，他不会讲说我要买那个南山大同乡的高冷蔬菜，或者是我要这个什么那个什么南部的一个那个什么高丽菜，他只要便宜他就买。农产界是唔会差，可能嘅成本会下低啲嘅。不过呢，你用嘅时间啦，嘅人类动到的污染啊、动出的味道，还有寄生虫的问题啊，从了条环境的成本啊，都完全冇算落去，社会成本都完全冇算落去，算落去会唔会下便宜，咧就真难讲啊。唔用上街时成本足高，故數20年政府嘅廣告一出來，引起嘅大同市區南山一帶主要種高冷蔬菜為生嘅農民動態反彈，還有農民當不滿地講，早啲94年開始有搶按樣嘅廣告嘅時節。農業單位也冇主動來葡萄，也係本人反彈呢，將緊地拿出專項的葡萄政策。我們農民也沒有，也看不懂字啊！你在公告裡面大家講，你只是在那邊宣導說我要怎麼弄，什麼農藥什麼之類。如果你沒有來動，沒有來給我們做一個輔導，實際上的輔導是一種動態啊，不是靜態啊。但是這個部分都沒有的話，農民說不知道怎麼去做啊。那在短期的部分裡面，我們大概分為就是說，從這個所謂的肥料補助跟資材補助這個方面來進行哈。那在肥料的部分裡面，我們基本上有機肥料每公頃大概就是補助6000塊哈。這個部分裡面當然也是要透過產銷班去做一個輔導。遇到減少可能出現很嚴重的衝突和反彈，農政單位只好用錢來解決。不過肥料的補助，實際上原住民保留地一啲農牧用地，冇包括啲河壩地耕種。在河川地裡面的部分，基本上它是公有的土地，好，那我們也不是屬於農業用地，所以整個農業的使用的部分，我們本來就在農業部門裡面就沒有有輔導的一個措施哦，因為我們本來就沒有鼓勵他一定要去做所謂的農業使用。除了用上街時引起嘅爭議，有學者認為國家對整體嘅農地土地冇長遠嘅計劃，可能係很大嘅問題。照統計，全20年也係有高達14800公頃嘅田丘休耕，不過唔鼓勵耕種嘅河壩地，但將南洋海只有900公頃，比新疆一耕種。主要就係河壩地嘅租金，當年每公頃平均只要6000元，不過田丘休耕補助1年1公頃才有9萬元。故數也就出現了田丘標記法，河壩地產到上片，做一丘丘嘅西瓜田、菜葉按怪嘅現象。青島味道是休耕、肥耕，非常優質的、非常好的天、非常配的天休耕，反而是開發了好產地。第二個問題哦，還是講應該比生雞糞的問題更大。不過為地太同橋，四季南山一條蔬菜農民生因為最因為當地嘅山多田少，這個不將以河壩地來耕種。我們人口將近1000嘛。那我們實際耕作土地面積哦，大概我看沒有到200公頃呢。那等於說1000人可以分多少呢？這樣有沒有一分？應該沒有一分地。那所以說我們這個飽和了之後，我們真的無處可去啊，也沒有地可以種，所以說不得已才去那個申請河川地來那個耕作這樣。河壩地大量嘅開發咗田丘過後，出得半污染嘅可能變多。負責南洋海水來及縣維護嘅公路總局，還敢因為會影響公路嘅安全。在那邊水流的時候，大概還在中央的地帶哦。那你因為這裡有蔬菜種植的關係，就一直往這邊在靠哦。然後這邊已經開發到這裡，所以它整個就把整個水就導流到這裡來。那導流到這裡來的時候，它就會主動攻擊到我們公路的一個路基的一個情形。台及縣25到26公里嘅蔬菜，此94年起時，特別多風菜作為本體，當年按時將近2億元來搶修復建。公路單位因為仍然做係南洋海嘅河壩地，大量嘅開發咗搶菜園區，農民整體高效，河壩出現有高造大，實際到河壩水流到左岸，見大人路基。一般睇水就會帶來嚴重嘅災情，不過河川局提出嚟調查，結果係唔係按樣。
目前经过宜兰大学土木系跟监察院所派来的人员去调查，并没有说我们因为种植行为改变水流而影响到它公路，这一部分我们是持保留的态度啦。它整个河川还是要去做一个整治哦。那最重要，我们认为是说这个如开垦的部分，可能要去做一个管制，比如说在河道中央不要让它去做种植跟那个开花的那个，然后尽量往两岸来那个，让两岸自然形成一个高滩地这样子。無論係農政、環保，亦係公路單位，詳細正義河壩鐵一直以來嘅耕種行為，河壩管單位3認為，只要冇影響水流，禁止農民生產河壩鐵就係無法令嘅根據。故所學者認為，應該從國土規劃來做，重新檢討河壩鐵嘅用途。我们目前上没有那个权限说，把整个河川区域全部禁止种植，这个不是河川局的，这个是属于全国通案的法规要去规定的，不能说有单一河川局说我这个地方不高兴你种就不能种。这个是公共资源、公家的铁些，政府唔会票出来，先要加规范啊。佢成本并冇包含到社會成本，可以生去種茶啦，個嘅這樣嘅搶水浪、過浪蔬菜又沒安的問題啊，所以我從呢個問題正本清源應該回到公有的地應該要慢使用。2021年上屆是建立，關於來當創計案，3一情結，台灣一下呢度嘅法律唔係高時，就係冇確實要做到。希望做係要對現實人傑的一族，其他實係暫冇看到一樣嘅。不過認真對環境嘅思考嘅改變，呢度做法可能做唔得用，條牌做得一下做嘛做唔得嘅觀念，希望一樣嘅用上咯。